台乡亲啊，这个警界上新的消息，由黄明昭来接警政署长，总统蔡英文正式来批准了，由高雄市的警察局长黄明昭来接任警政署长，明仔载交接到任，陈家钦明仔载来退休。昨伊主持任内最后一届的事务汇报，听完着例行性的报告了后，感性来致辞。伊讲伊真感谢警察同仁4年9个月支持甲努力。讲家己从同意退休的时阵，脑海第一个影像就是返去到厝，甲太太讲我转来呀。阿姨嘛讲，提早退休，伊早就有准备，是为着要稳定人事，并毋是像外口所讲的有啥物其他压力。任内最后一摆事务汇报，警政署长陈家钦听完例行性的报告了后，伊的致辞听起来真感性。在这4年9个月的当中，所有的同仁帮我的忙。先感谢同仁的贡献，刷落来向所有警官致敬。同意我退休的时候，我第一个脑海里的那个 picture， 那个影像。就是我回到家里面，打开门，向我太太说：“太太，我回来了。”总算会当退休，回去厝好好看亲人。伊嘛讲到，针对退休早就有准备啊。很单纯，就是把我们警察大队人生的安定。64岁陈家钦，2017年为高雄市警察局升任警政署长，到目前为止4年9个月，嘛是警政署长由警察来做了后，王道军6年9个月排第1，伊是第2名。他嘛要上班，我两天就上班。伫因卸任前，最后一摆以署长的身份落南到家己，去看3年前荷人去举刀攻击顺一个铁路警察李成汉的老母，希望所有警察。执行勤务时，拢要注意安全，因为打击犯罪成绩真好，有警界铁汉之称的陈家钦，伫休息的这个时刻变甲真柔软、感性的渡边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